这个是这个一个我的台湾的没。我这个你好我的。哎，不把这一个是来不是？小学。嘛一个。哎，你怎么说个几个？你啥那马都是个在说个你这样嘛对吗？所以是日本初等教育了，他是等加强成熟。日本那时候呢？对，日本教育6年了。你这边最后还没了。他最后一届。还有。他知道。我闺女刚拿到在什么比他开？25年国小，6岁嘛，25。日本是34年了。还有读6年了。6年不然还好了。你是学数学吗？算数说个怎么样？乘法嘞。9乘法。这张你很干干的哦。加减乘除都有了。我这个。아직 경기다. Inta tuan kaya ma. Ini tuan. Ini mana bitak tu no kaya mana bitak ayu ya. Kan ini dah ada mulai tu kita tahu tu suku 40分才suku dah. 他们有时间概念吗？那个时候？那是啊。有知道啊，他们在说我要到那个山上啊，还有那个野溪嘛。以前手表。然后又看中午的时候是看太阳啊，在那中间我们的影子没有就是。如果没有手表就看太阳。对呀。看太阳。看太阳那个。这还有你那个啥没人走嘛？你的那个没有办法准时抓到1点2点，就大约。那个树这样子嘛，在中间。我看哪里嘛？我看아직까还是太马上1级的2级的。这边会有那个影子。知道。那下午就会。mulai Tokyo，mulai dah，mulai。有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？用那个哎，这个肚子饿了，这个在看太阳啊，大概几点了？sky dah tu ah。他们说啊，中午到了，12点到了这样。而且Juni，如果你看到，比如说，如果他们一看到这个说肚子饿，他用猜的，大概12点半，大概是12点。那个一问那个戴手表的，差不多12点10分呐，比如说12点半变成12点20几，或是30几，不会差距不会到10分钟，他们很厉害。有高哈，他就是有会用心的是。也得比你等沙发面不然2层的高度，你现在看到1层是在1层。以前应该没有2层呢。可是盖房子是都用2。没有说他们知道以前。没下过的，什么的沙发。我下过手法了。急嘛，那么急嘛，跟那么急嘛。急嘛。我看呀，以前还是蹦跶，我们跟着。那是叫。你到个当我们说个那是。不贵给他们，不贵给他，不贵给他，有海流没有了，有海流慢的是崩慢的，看不来了，八个是崩的，看到看不来了，那些那个我啥裤啥那个，用手，八个才6啥裤长大，八你看不来6啥裤接着，崩大八你看不来。他知道他自己的距离了，他知道，然后这个多少，然后就算一下，到那边。他把他的多少出来？这个多少？9下过来，多少？这给碰到多少？当时2个站，大概是2次才6啥块？我现在我还不是这样，几公分我是这样算的。我看你这样，这个东西啊，像这个10公分呢，你这样一算，这样子。他是说用现在，当时是没有什么装翻的。用榻榻米刚刚会有，榻米。嘛那个是，你看一下口是崩解出来的。
你看下个，那就啥，日子嘛，我看一次，接着蹦大巴的，一次6次熊大巴的，你看他6次多嘛，多嘛5次8，咱那说的，也这样的是蹦大巴的，蹦大巴的6次啊，你看是蹦大巴的。不是无毒了，污染。不是没污染。不是那个喏。所以他慢化的是呢，喉咙过了那种的，你不排气吗？那跟那个呢，那个还不讲是。那个叫。真我看那个，马哈这个。早上。第一个是太阳跟影子嘛，那个是时间啊。时间，他是怎么判断的？判断时间。早上一出来，从东边出来了。对，一定是东边了。那就早上。东边。那就看。第二个就是看太阳的影子啊，那个鸡叫的声音。鸡叫的声音。哎，我们所以说我们以前部落都是养鸡嘛。因为大部分把他们那的。通常几点？西班牙呢？他的阿公、外公上面。有鸡叫，还妈不叫。通常几点在早上叫？是3、4点就会叫。3点半、4点，大概就会叫了。所以以前很早就起来，差不多4点，像我们的以前爸爸妈妈就要煮东西了。爸爸是这样。我老多的，对的。好像那这对。一般的叫是很不一定，你看是什么鸡啊？有营养不良。你给那个我们3个力量啊，那个很拉长啊。大型的话比较短啊。那斗鸡不要讲了，以前我们没有在养，可能那个也是斗鸡嘛，我们不晓得。我们也睡觉，我们也被叫起来帮忙呢，早上。以前。他们什么上山，像那个阿公哈，他们大概有时候3点半呢。就起来，大概都是在4点多，因为比较暗，他会用那个油灯啊，用手拿他们有火把了。火把了，以前没有油了。他用火把上去，然后他刚刚到山上的时候已经亮了，他就火把就给他算几个。他们会算那个时间。用火把。用火把，然后算。鸡嘛，里面换油。我会给那个是我给的。没有给的，没有。火把给的，以前没有油，完全是用鸡麻，麻好几个起源哈，makan ha me. Kalau. Ini bi uhay kalau. Jimat kalau ini bi ngat kita. 他们先打碎，一根是一个打碎的，打碎再绑起来，打碎哈，蛮久的，绑起来。对，也有。绑，那个根开不那个呢？绑根哎好了，这个慢慢烧，也是好几个小时哦。他们给你跟他喂的，后来后面就有没有的话，不干这个那个，你就可以灌没有，不，那个什么米的你也可以的。我们常常我看电影就是油灯嘛，我们大家故事，那个是没油给的。俗话是用鸡嘛，人makan它你绑一把，
零5秒，就这样慢慢烧，慢慢烧，慢慢那个灭了哈，它所谓的要灭的是不烟很的，什么的很，会灭火，这样摇一摇就好了，摇一摇那个风力有没有？风，蛤蟆对不对？再接一个，再接一个，要不然这个太紧哈，再接一把松掉，绑这个哈，松掉开了嘛，蛤蟆对，小给一个舒缓。是因为我们不会去讲那个数字，那数字都没有，这个还没有办法判定了，判定说多长，他会讲说，也比说亚比手，大概是亚比手把黑你。这个也没有办法大概。后林啊，那种就知道，因为你有走过这段路，有多严重，他们会有那种。没有绝对。答案他给的没？没有绝对的。没有绝对。答案他给的没？那个走过的可能有绝对了。答案他走过1次2次，答案他给的，他的答案他给的，而且路数好了那个，他们知道这个地形地物哈，没得说开对答案的时候呢，对吧？你看你们爸爸说，你爸爸说，他那个硬啊，他的什么标好么什么，这边么个大的个啥，这里大个ayo yang，比那哪个嘿，这ayo ni，就你们现在把那边2天。他就可以判断，你看用的舒服，有旧路，有走过，就重新砍。打呼会比较肯定。在被打了哈，太急了。